阿妹，哎呦，啊，拢下班啦？哎呦哎呦，啊你去叫遐转来啊？嘿啊，啊，就真简单啊，送一个报表尔尔。阿妹，啊？啊，你哪来转去？哦，啊都同事一个仔工课吼无做完，我斗3工啊。啊，需要甲你斗3工无？毋免啦，这我家己做就使。阿妹，啊？自从我来公司了后吼，我拢看你安尼规工拢怪怪戆神戆神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哈？是哦，啊，这甲你讲敢有较蛇，你也无度甲我斗3工啊。无一定啊，你会当将我当做你的好朋友，咱两个互相参详，无一定就有方法啦。唉，人讲吼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。今日吼，我5口查某讲起来吼，我某嘛爱负一半责任啦。你若看钱干遐尔无用，带着我转去甲厝里吼，连一撮地位都无啦。啊，阮弟妈佫看我无起啦，讲我吼，啥物公司待侪年啊啦，比因查某囝较无效，因查某囝已经做经理啊啦，啊，我某佫无关心我啦。啊，若安尼，你敢无找机会想办法甲经理沟通？沟通哦，是要安怎沟通？你看伊无闲甲牛吵吵啦，等于我著讲话时间著剩暗时要困啦。啊，两个倒咧，我要甲伊讲2句，伊困去啊啦。啊，我透早过来上班啊啦，是要安怎沟通？啊，毋过你拄则有讲，你外口毋是有一个查某？你讲到这哦，我著见笑。毋过你嘛知影啊，查甫人当然嘛是有需要啊。啊，我都吼无聊空虚啊，啊，毋则真寂寞的时阵，啊，朋友就带我去外口啊拍，啊，毋则熟悉迄查某啊。讲起来哦，这毋是讲真好的理由啦。认真讲起来，我爱好好甲阮某斗3工，啊，我拢无安尼做吼，搁伫外口安尼乌白拍，讲起来我是真毋对啦。毋过话讲遮咧讲，啊，当迄个查某真早就已经无甲我来往啊啦。啊，假使讲若有机会，你是毋是有想讲要搁甲经理安尼家庭搁继续维持落去，大家好好？是哦，这当然嘛是有啊。你无听着咧讲，野花哪有家花香啊？当然嘛是厝里较温暖啊。啊是讲哦，问题是我若搁转去，啊我某生活搁共款安尼，啊转去哪有较带啊？妈妈，你倒来啊？嘿，你做功课？嘿啊。乖。阿嬷呢？阿嬷出去。出去。哼。妈妈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爱你做。什么任务啦？你敢知影？对面的阿公啊，嘿啊。你只要若功课做完吼，若有时间就过去陪迄个阿公，啊，互吼迄个阿公甲阿嬷感情也会好好，互因两个人吼，莫定定安尼冤来冤去，好无？也毋过我来去隔壁阿公因兜，啊阿嬷就要甲我骂。哎呦，你听妈妈就毋对啦，都无毋对啦，你着互因两个吼，安感情好好，啊，莫冤家，会当安甜甜蜜蜜，好好啊相处哦。只要你若做会到，不管你以后甲妈妈要求啥吼，妈妈拢要互你。真正假？你无甲我骗哦？绝对袂甲你骗。好，安尼这个任务吼，我若办甲好势吼，安尼我要爱爸爸转来。小查某，免就是生目睭毋捌看即款小查某。哦，有影这个有够劲，要伫个抓头底。爸，你是安怎透早安尼去迄叫？啊，谁毋知影迄对面迄个老妖精啦？咱安尼互看动了头，咱来甲小姐问，你甲我骂笑。哎呦，爸，恁两个哪会遐尔爱搭啦？啊，白妹住对面，大家拢厝边路头路尾相拄是要安怎咧？啊，咱嘛是讲带念都是厝边隔壁啊。啊，嘛只会讲是讲哦，甲伊安尼好找甲招呼，讲你好，讲骂我笑诶，你甲听几句？哎呦，恁两个莫安尼啦，毋好安尼一包火遐大啦。爸，我来讲哦，伊即马毋若是咱的厝边尔呢，你知无？无管因兜你做总统诶。毋是啦，我毋是咧食一个新的头路，啊，因查某囝是我的经理呢。啊？迄老爷仔因查某囝，你的经理？嘿啊，啊，因囝婿是阮同事呢。做较大了。嘿啊。哦，我查某啊，遐叫人家做较经理了。哦。
所以吼，你免个搁再甲人冤啊啦！你若搁甲伊冤落，万不伊去甲因查某囝斗讲我安怎，你安怎，啊以后上班是要安怎上啊？你免，吼啊你是医生，你会顶死咧？嘿啊！你算伊会下死咧？你低头就管你个本机咧？安尼唔通，吼，安尼我免得罪伊哦。我若得罪伊，甲因查某囝讲因查某囝咧，吼，安尼你不利的人就是你啊！你拢免食头路啊！哦，安尼好啦，以前都唔知影，咱即摆知影吼，我会对较好啦。嘿啦，大家厝边嘛吼，守望相助，和睦相处啦。对啦，对。安尼我要来上班好啦。啊，你唔免烦恼，我以后会对你食好啦。好，啊，你去上班哦。啊，你要注意嘿。好，慢慢行吼。好，再见。好。哎呦，等下，这必须，伊会顶死安尼啦。哦，不搞呢。佫剩我一个人哦，伊佫是无聊啦。你要创啊？对，来公园这度。对面的男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啊，叫我听哦，阿舅我，笑。哎，当人甲你学路啊，甲你拍扑啊，你无爱讲谢谢你，啊，我才讲不客气，后尾又共讲笑的。你是安怎？你是敢若好心哦？啊，人行到对，你对甲对什么意思？歹安尼啊，毋是。要有意啊！无啦，这公园敢若这两只椅仔尔对无？咱两个人啊，一人坐一只，安尼都伤过拍算。而且吼，人还佫有外人要坐啊对，咱两个坐做伙哪要紧？你意思讲安尼会无公德心嘛？对啦。你有公德心，对我无，我坐遐。讲正经的啦，莫安尼啦。阮查某囝吼，会在这里甲我讲吼，啊厝边隔壁也无几个啊，对无？莫逐工看到安尼冤安尼答啦。而且你讲你啦，讲我莫甲你安尼冤答啦。我听伊的话了，我家己想倒转来嘛对啦。我为庄脚去台北，也无朋友啊，也无亲戚对无？干那你这个就带对面的，佫甲你答，我就拢无讲话对象啊。咱讲好啦。对啦。你今仔有洗喙哦？有啊。讲即句话有成人咧讲嘿的，今仔讲话较好听。安尼哦。无安尼啦，我先家己吼自我介绍一下啦。我姓陈啦，电信公的陈啦。名叫有福啊，我叫陈有福啦。多多指教吼。请教你，你毋知尊姓芳名吼？你问我的？嘿啦。我我话先讲正经吼。我若讲出来，你袂使甲我笑。当，阮就讲笑，迄根本就足无迄个家教，无教育，人的名也讲笑，迄个人都袂用的。你照你讲，我绝对无可能，我有修养的人对无？请问贵姓？你对，我什么？我即摆是问你贵姓，毋是我就姓陈啊，对无？我是讲你贵姓？姓李。姓李哦，哇，你大姓啦！担任你出使，听着你老哥，你2摆呢？嘿嘿，大姓哦。什么风名？阮就做招弟啊。嘿招。就是啦，名讲无落错。你就少年的呢？你拄则伊个有答应我袂甲我笑呢，你搁我笑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诚久吼，毋捌听到即个名，感觉诚好耍个咧。阮庄家吼有迄蒙药啊、蒙治啊啦吼，大箍药啊拢控叫啊啦，搁细骹药啊，招弟啊，我嘛捌听，但是诚久无听。我感觉这名诚古锥，诚有乡土味，讲起来就是较爽啦。搁笑？你拄仔讲哦，笑的人无教育哦，无风度。我是讲借问的吼，这一定吼，恁兜拢无生查甫，生到你遮拢无生查甫对无？所以恁老爸老母才甲你号做招弟啊，看有参啊招一个小弟无？对无？是毋是？对，你咬你客啊。结果敢有招着小弟无？你都无诶，咱我搞，我招7个了。哇！你名号了招弟，招甲7个小弟哦！
哇，嘿，恁老母我一只干地母遐个声，啊，迄哦，迄毋是阮老爸老母哦熬，迄是阮阿公熬。哦，恁阿公含恁，无啦，哦迄阮阿公啊，就为着要抱孙啊，逐暗就叫阮爸甲阮母啊讲去困去困去困。哦，透早就甲恁爸恁母啊，安尼甲关去困去困，安尼哦，安尼恁兜一定住伫铁桥路边才下个生计。哦，铁桥路边。嘿啊，诶，较早5分仔车你载甘蔗迄无？哦恁兜住咧迄铁桥路边对无？你看知哦？啊，遐5分仔车，伊也无分3更半暝啊，啊，咱较早也无电火啊，拢用油夹火无？啊，透早就咱搁足欠的，甲油夹火分化，啊，就来困啊。透早6、7点、7、8点来困啊，啊，困到迄个8、9点，咱个叫风吵起来，啊，就吵起来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是讲无代志啊。哦。嘿啊，就讲，所以安尼啦，咱个好生囝啦，就是安尼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有嘿，啊，叫我有好呀。嘿，好啦，以后莫冤啊啦。嘿啦，来咱讲好啦，讲好啦吼。嘿嘿，啊对对，讲真诶，无安尼啦，咱吼，来有一天吼，我再请你来唱歌，好无？唱歌？嘿嘿。啊，你请我唱歌？嘿啊。拜托诶，你敢教我唱歌？安怎？我歌晓了。哎，意思讲你唱我袂晓唱歌？对。哎，若讲到这真正，你就无探听啦。哎。若伫阮庄脚吼，我毋是讲干那搞拍干乐王啦，啊，毋是讲干那卡拉 OK 比赛呢，我着冠军啊呢，歌王呢，你当作是啥物？哈，你歌王。你毋知了？听你咧讲话就无偌好听，等你唱歌敢会听？哎，意思讲你真晓唱歌，我袂晓唱歌。当然咯。无咱两个来拼者嘛，无要紧啊。阿姨，你出招，嘿，我对你。出招就出招你啦。答应你。好啊好啊，咱两个来拼歌。当时要拼。拼输的人，互人买无？这啥？请一顿啊！哎，算啥？哎呦，请食饭的小可代志啊。好，请一顿。好，后礼拜拜六，咱两个来卡拉 OK 拼。周末。嘿。好。拼输的人，请人一摊。好，敢若王讲的无算。哦，无准算。嘿，咱爱交交。哦，大哥哥啊。大哥哥，来。你大哥哥咧？大哥哥叫什么？大哥哥还要盖印章，还要握好，意见有一定。数码难对。就来决定。啊，这就有够啊啦，要拼是大家来拼看卖啦。爸，阿公嘛奇怪咧，我抱一本就有够啊！啊，我规个补陪你行因济书店，你一声买遐尼大通着，安尼是要创啥啦？你都毋知哦，迄对面迄老妖精，甲我呛住呢。讲伊捌的歌偌济条，千外条呢，什么国语的、台语的、西洋的、日本的，连山地歌啊，搁客歌伊拢会晓呢。看外头，我若无加买几本啊吼，传咧等的哦，我真正若拼输，我浪费死哦。小张啊，下班了哟。咱是啥？歌谱啊。安那遐济？上知哦，有人要甲我要请拼，甲我呛住呢，我入来学改拼。加油！我铺买一两份啊，当安那一个买遐济安尼无彩钱。啊，就对面迄个阿姆啦，甲阿爸呛住啦，呛讲吼，因两个要拼歌啦，所以规个晡吼，我拢陪爸去行书店买迄通的歌谱。啊，毋过你放心嘛，迄钱是我拄仔发薪水的时阵，我用我家己的钱，无去用着你的钱啦。你即摆咧讲啥？你毋通袂记的呢，加油啊！你甲我讲好啊了。你讲你出去外口上班，那尔钱吼，你甲我到小店买一台奥多麦。唉，钱吼会准在哪开啦。啊，你毋是捌甲我讲过，咱为即摆开始就爱慢慢啊欠钱。到时吼，囡仔你若出事来，所费就重啊。啊，你著看，目一个年啦，厝租、水钱、电钱，里里扣扣拢爱开钱了。我知啦，我后盖会注意就是啦。讲较白吼，我嘛感觉足不应该啦。你也看，啊，甲对面迄个阿姆安尼吼，啊两个搭甲安尼啦。啊，当若买衫就要对人买衫，要甲人拼，要甲人比。啊，人因迄是家境好会堪的，咱家境是要甲人比啥？我讲甲恁小弟啊，爸规个财产拢分互伊呢，啊，结果吼爸要去住遐，伊佫无爱互住，
爸落还佫走来住咱遮啦。啊，看你的个性，普通时啊，啥物代志啊拢毋讲啦，拢囥喺心肝内啦，啊，老总，啊人讲吼，天下父母心啦。啊，阮爸疼阮小弟是应该啊，伊将伊的财产拢总互阮小弟嘛是应该啊。啊，在阮爸是认为讲，查某囝嫁出去就是别人的啊，这嘛袂用怪爸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阮这转来啊，心情啊欢喜甲，今仔公司吼经理甲我升主任，薪水嘛佫有加了。真的哦？那安怎有较怎？啊，就转来你佫开迄条伊啊，啊，毋是拄好拍拼啊。真正人咧讲就无毋对啦，一世人吼，趁偌济食偌济，拢煮好好诶。后影，哦，恁小弟迄边面吼，我看吼，我来找一个机会看咱甲讲者。啊，若无吼，伊若佫吼袂晓想吼，到时阵爸后半世人拢爱靠咱两个饲，你知无？爸。爸，安怎？大哥，啊，你讲的话我拢有听啦，有影啦。我这个做爸吼，真正有较糊涂啦。啊，来遮甲恁母甲安尼，佫甲恁作做，啊，煞佫，唉，怎讲吼？你老糊涂啦。就算要割葡萄，慢慢买较济啊对。我看吼，甲这割葡拢摕遐行油。爸。爸，